来看台南的官店，这是全台湾菱角种上介济所在。在地官店国小呢，也伫咧校园内面种菱角。趁即马大出的时机，学校结合着这实农教育课程，互学生囡仔亲身落去挽菱角。另外，永康国小也甲这中斗顿结合着这块，竟然也会当来食补，也再加入着迄保记呢，要来介绍台湾的这块。 囡仔话水家庄准备要挑战今仔日的任务，挽菱角。因一组学生先落水铲挽，另外一组是坐伫小船顶，互囡仔坐菱角船，体验早期做事人过船仔挽菱角的感受。台南官店的菱角占全国总产量7成，在地官店国小推广实农教育，打造不同的场合，互囡仔认捌家乡的特色。我感觉足趣味、足好耍的，因为咱都是第一届。 去挽，先甲菱角刻起来，甲并过看敢有菱角啊，菱角熟啊，迄地当甲挽起来。咱的小朋友会当亲身来体验，借这个机会来提升着咱小朋友的这个实农的这个知识，啊个咱的能力，啊个咱实农的素养。大鼎拉落去，香港的麻油味，佮掺鸡肉，互人嘴软插插的。好食的麻油鸡准备通上桌。同款咧推广食食教育的，佮有永康国小，初七是24节气的日当，学校嘛特别穿规套青草的食补餐，通互囡仔补心补气，嘛结合保记课程，教囡仔节气的由来参相关的俗语。四神汤跟麻油鸡。哦，四神汤跟麻油鸡。那你觉得今天麻油鸡好吃吗？好吃。麻油烧鸡，这个比较热补的料理。 再加上迄个比较温补的迄种素型排骨汤，综合起来，可较袂感觉遐尼燥热。然后再加上迄个细色的蔬菜，因为伊的营养成分会比较多。这学校让你推广食在地、食着时的实农教育精神。校方讲，互学生亲身体验，来了解食物到食饭顿的过程，嘛通认捌农业参咱大的这片土地。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。